11月23日面對陽光，進一步相信，即使你此刻看不見陽光，也要面向陽光。比爾的視覺第3頁英文版。在我進行沉思時，向窗口一瞥，看見了院子前面的白蠟樹，我立即被它壯觀的金色震撼了。我充滿驚奇地注視住上蒼的藝術作品，但僅幾分鐘，枝幹就開始變得光禿起來。想到即將到來的冬季，我曾充滿了傷感。但正在我回想秋冬季節的自然轉換過程時，上蒼將他的旨意傳達給我，就像樹在秋天落葉，春天又發新芽一樣。我必須聽從上蒼的旨意，驅除那些難以克制的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，成為一個清醒快樂的協會會員。感謝上蒼給了我們輪迴的4季和持續變化的生活。